係啊，各位聽眾，嗰隻運動到底嚟收聽變得好見嘅節目啊！即係呢排咧，我到底嚟講就係新嘅話題，其實那個 productive 落嘅隻 episode，我個愛困唔好啊，那是最落個 episode 嚇。都會回笑你，回笑我你，鬼，所以哇個 episode 哇，我真係幫嘅試過 man 落去嘛，別冇教，OK，嗱特別嘅邊呢度啲hang out 合併嘅就是阿岑laksa咯，阿岑laksa都講到啲拗嘅啲黏咗，แล้ว個後底阿龍。頭先阿龍出聲就係看到呢邊嚇，แล้วก็ clubhouse 邊人 clubhouse 邊人我看你阿媽個人我30幾人聽過，啊聽我看就是困嘅，他們俾 test 看就是啊，到底大頂嘅咧就是半撳電咯，半撳電應該是有加時，應該是有日光啦，應該是嚇，แล้วก็有未使講麼？應該係咪是有驚嘛？係講加時啫。Hello，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可能加時過嘅，是咯，對啊。แล้วก็วิวิ話แล้วค่อย地夠加時人嘅，แล้วก็มก็唔知佢聽個群嘅，個接邊個啦？哇個地個話先個那邊個，啊那聽個正線個，一啲人那是那是如果車掉人好似黑啫，一啲人。誒啦，喂，啊 ，Juice 個第個，Alan 就 Australia 個第個 ，Honey，啊，個 Kelvin 是人嘅咖喱包 ，W 冇就應該，哦，特別出你個啦群嘅，我再看這個報，可能就報或者就是群嘅，就是報群嘅，啊 ，Alex 個第個 Alex， 誒 Alex 我是裝啊嚇。伊捌起來變得好健講。我想講是你 cousin 個。Hi 爸爸，伊唔是昂我，伊是翁我 ，OONG 哦。Hi baby，喂鳥就啲亂話，唔知咩事。Yes baby, you want to eat? Are you hungry? 攏聽到，聽到一聲，來我學你個機麥，來你講下。娘，你還沒食到不得呀？寶寶 ，Are you hungry? Do you want to eat? Do you want to go mama? You want mama 嘛？要。但我學你看，我話我 camera 可能看得意哦。寶寶 ，Do you want mama? 一個要。Do you want mama? Yes. Oh no, where are you? Daddy's looking for you. I cannot see you on the camera. 啊，嗱，到邊 ？You want mama 嘛？呢度甲你講要喎。How much you 要？是啊。要。種應該啲係你 button 嘅個外。係啦，要試我報應嘅，你當然冇 button 到人哋報應嘅話咧嘛，但係就佢是叫我啊，咪講話啦，佢就我睇幾日節啊，唔知幾日節。頂幾禮拜，一直要叫我請啊，不得有嗬，我是好 ，because 頂次是未知，還是我都冇煩惱，當然食我咪是真歡喜咯。然後嗬，但早起我請是4點幾嗬，我是實早起我電話加樓落去我名城嘅邊啊，你坑嘅幾日刀啫哦。早起就是實我係超標本落，我電話本落，我係你讀頂嘅了。是講好，我講到加時呢，我是冇加時，我係鳥啦。喂，然後咧是成派嘅，伊嗌係咪話乜害係咪？我感覺到嗬，咱個命爹爹，伊鳥嘅命嘛是爹爹，我是要學伊爽地歡喜，我逐早去4點我人講，你4點幾你咪 program 嘅係個。automatic feeder machine， 但我講我 enjoy feeding 伊喎，我成日早起請嘅名稱，我去4點幾，แล้ว行出來個口，我後面個食，我看伊食了，我歡喜下，แล้ว我都等困，我做我自己甘願咯，所以我是真正無假事我會曉嘅，我曉伊愛蝦米，伊是 king 嘅 rule 完個世界，哈爸爸哈，good boy。
OK，咱講到家事嘅咧，咱是唔要緊嘛，我會驚，都唔是講出去成個人見啦。要出去個口學等，是無家事是啦，嘛可能咩講無家事掉。喂，你要到厝呢？是我人攞人嘅咩？家事咪是我人攞人嘅。是啦，哦，我成個一排個表見我 good boy，佢成個隻 kiss 跑喺度話 plong 落嚟，我 boy，you so cute，good boy。有時間話電話嗰10個一拍架落你電話唔要緊啦。哎呀，當叫已經攞坑去咯，電話。唔要緊啦 ，Daddy can change one new phone，good boy。依個出面嘅，OK，來講就是家事，家事是哪個字？嗯，你想到未？我迄日我會，我愛講囡仔的先啊。我的堂哥啊，伊帶一個紅毛寶，伊的寶是加拿大的人，特別伊人兩人佇奧蘭大，New Zealand 啊，伊人加了伊人加了是做 Kiwi 了，舉 New Zealand passport 的咯。了伊有兩個囝，兩個孫啊，真正趣味咯。伊吼加甲真啊紅毛款去咯。我都罵我的堂哥啦，我講你加到 ban 你會驚莫無 screen time， 袂使看 YouTube 啊。我的爸假是你的時，你喊你totally uncensored。你我問伊 ，Do you think you're a hypocrite？ 你是講咩？一定到家是女嘅時候。無，我的堂哥細漢的時，我的自白無介意哦，伊愛看蝦米物件無有通看，伊愛佚佗蝦米嘢無有通佚佗，了我就講啦，你 limit 你會驚的 screen time， 你有覺得你過。特別一定到還是乜嘢 iPad。安娜，特別伊愛看蝦米電視機嘛有啊，伊愛佚佗蝦米 computer game 嘛有。聽到是曾經啊，晒 TV station 呢，就 TV1、TV2、TV3 呢。特別 OK， 我每人做白寶嘅人，做白你講一聲，係你講咧，我咁咩？無，我係堂哥講點啊？你好彩你是講華語啊，若無你講紅毛，我有得拍你。如果就係幾隻對頭，老實講。是啦。我就做白寶啊，你做咩事啦？做咩事會？你做咩事會加時間咧？係你要是係咩事？做咩事？你買類件變隻個你人個了一年無阿解嘅咯。所以你要介意家事，就是要介意做一個大漢起來做一個好嘅人，是唔是？唔是講好啦，是講有理所咯。哎呦，仆嘛，介到落海個錢落邊，等你啲爸爸。我感覺就講啦，你家事吼，是I build up 伊個 attitude 嘛 ，character， 所以伊個 character， 伊 attitude 本來了伊人講行為嘛 ，so because 因為咧一個人啦，若是講伊個行為啦吼，是好嘅來講啦，伊真正濟成講讀冊啊，蝦米啊，真正濟方面咧，就會真正自然變好去了誒。所以你嘅 attitude 而影響到嘅，你知無？然後你家己哪 attitude 呢？那說 attitude 就是你講係假未假到底？一行為嘛，行為啦，行為是叫做蝦米 ？behavior。對，伊個 behavior。所以即個 behavior 是有迄個安怎講下心理學。就係講我人誠實，我人是知啦。特別咧，人甲 parents 講嘅時咧，伊人就袂接受咯。人講嘅物件，安尼講。嘿，當今家事囡仔到底學堂是先生會使家事啊？頂到是先生是我記老牌是
先生，你甲我假使我驚哈，你唔要緊張怕你看呐，哈，哈你是 defense 國家，哈你是 defense 國家。Malaysia 是好哈，好，即個咧無語話無拍咯，無學拍，未使拍囡仔啦，當然，未使拍囡仔咯，特別小本時有 teacher 未打閒有本時拍啦，แล้วแม่咧本未使แม่咯，未使大聲咯，未使嚇條囡仔咯，แล้ว未使問啲阿十拉西面條石嘅嚇，แม่本未使แม่，รู้จัก未使暗沉沉，哦，รู้จัก punishment 咧 punishment 本未使啦，咁แล้ว本未使，你使成個囡仔派死去咧，先到主任辦事學哩。即個會使學訓導主任呀咯，特別訓導主任本未使凊彩去他們是訓導主任 discipline discipline teacher 咯，แล้ว當今呢政府是講如本未使講成個暗沉沉啊，是講義啊，แล้วรู้成日講念นี่แหละไม่ใช่念嚇，未使念掉，你未使學伊 feel 掉講煩啊。哦，你明白哦？你未使用安尼款嘅心理嘅torture來 torture 伊。如果我哋做隻 example，聽見啦啲頂一等走 ，OK，你愛叫伊 stop 啦，你就俾佢講來這位同學就過來，然後你就俾佢講咯，哦，你不可以，你講福建話，我要跑啊！你按照愛走啊，แล้ว有啥物事啊，แล้ว你知哦，一邊真危險啊，未使走啊，安尼款咯，你未使一來到呢就罵伊啊，誒，你未使走啊，你真係搏倒啊嚇，你剁條頭啊！即係成個女聲，即係成個女啊！記得以前嘅啲人咪亂開，借到堆就點下，然後咧定到成啊！未使，你未使踢燈見啦，你特別嚇，安尼款好好地講，哦，安尼咯，แล้ว你未使講啊，但係你割條頭啦，等陣你嗨，未使嗨，然後呐，未使，特別即係解嘛，誒，你看把多時割條頭落去嚇，成個 big 講嗬，我係驚有叫我等嘅啦，以前生個咧嗬，伊是 positive word 嘅，人講唔聽，人講伊見仔走嗬，人講行路嘅卡嚇。行路卡，兩個咧愛行路嘅卡，就 means walking feet。愛來邊嘅聲walking feet no， don't say don't run say walking feet please。哦 ，please 未使 no walking feet please。我感覺就講嘛，即個呢是一個人講一個大環境嘅影響。就 means 講，你即個國家嘅人啦。伊本地伊嘅素質啊，伊就面講伊 quality 啊是較高嘅，成日講，如講即係佢哋 Europe 嘅 countries 啊，所以伊人嘅爸母啊，伊人甲了，I mean 講普通人嘅 knowledge 啊，較高了嘅啦 ，OK， 你就你用安尼款嘅辦法 OK，特別你在 Malaysia 啦。伊普遍嘅知識啦，成日講爸母啊，咁了嘛，就面講伊嘅素質無夠安尼看站嗰度。你是講伊，你要用安尼辦法，你都要看看出來嘅人誒standard 是會差唔多 level 嘅行啦，你是一個價值觀本別。even 是貴個國家本是，你貴個國家成日講你講 Japan 啦，伊人是貴個國家嘅人是安尼，真正有禮數了嘅啊。安尼款嘅你 OK 你就，你成日講 Malaysia 啦，有誒到甘榜嘅囡仔啦吼，伊根本嘅爸母都無管伊嘅，所以你用安尼款嘅辦法是袂行哦，袂行嘅。你一出來就無行過，那辦法伊都唔知即係咩嘢，你是講很。對，所以成日講你較發展嘅國家咧 ，OK， 你用安尼款書本嘅，แล้ว你本袂使拍伊嘅 ，because 伊人有安尼款嘅。knowledge 嘛，伊人嘅，按照講啊，伊人嘅 quality 啊，規個生活嘅 quality 就是較高啊嘛，無像咧，你知哦。特別你愛知講啊 ，Europe 本是有經過安尼款嘅，對，你咪是要其實要 start 嘛，嚇，你就要 start from somewhere 嘛，對。嚇，แล้ว你 Malaysia 嗬，講真嘅啦，普遍上啦，人嗰是真正濟，係你，你知人嘅。知識水平無安尼高個講真誒，特別你咪是就要 start somewhere，你就是直等咪是應該免 start。That's why 你袂講啊，一頭講袂使拍啦，袂使 punish 啦，咧袂使使拍半刀啦呐。
啊，你别，你 parents 讲啊吼，人诶教，人诶这个 education department 吼，一想听 parents 了。parents 是反了，我有诶啊，maybe 伊到外国读册转来了诶啊，แล้ว哦，你袂使拍我诶囝啊，咪啊，你講是啥來啊？哦，แล้ว變做人上順了，你就。Tapi 人嘅 education department 上順 parents 過頭了，所以變做 parents 當今吼嘛較有勢咯，淡薄就 complain 啦，安尼講咯。啊，韓佢會講。無，我是講嗱，你若是拍了嚇，學生會知拍是 easy way out，你知哦。哦。你講我無做功課，你拍我，然後拍我就刷了啦。哦，聽就佢因為我就刷了。我家己看過，因為我教過小學誒，我是教過小學啦。我做臨教啊 ，substitute teacher。我就教伊人講咯。你們再不聽話老師要給你抄寫。他說不要，抄寫很煩，老師你打我們啦，背回了都在記你 keep 了。哦。伊人就知了。我一個係 negotiate 咯。啊！我就改一個，老師以前是像你們叫華小的，我被打過，我不會打你們。哦，我想講，你以為這個是巴沙馬拉嘛？討價還價。特別吼，我講特別呢，我是安尼看，人拍了我吼，你特別愛可以再講，究竟伊是蝦米問題，然後呢，你特別可以 suggestion。真正濟 teacher 吼，無好 solution， 無 suggestion， 無好 solution， 無好一個建議安尼講咧，咧伊人嘛笑點啊嘛，感覺就講哦，我今日咁入條拍爾咯，安尼爾咯，對。伊唔知講做咩事都拍伊啦，對。特別唔知講，如果蝦米事拍伊，咧伊愛安怎解？咧你淨係講，你袂使安尼講，你袂使安尼講，你都無好 solution。你特別愛教講 OK， 當今呢我學你淡薄辦法，你對厝咧你會使安尼看安排你點聲，看看你會哦嚇，安尼款咯，像安尼款啦，你特別可以 extra 嘅輔導啦。So through 我嘅 experience 咧嗬，我加10年嘅冊啦，我會再講我嘅辦法，我安尼款做咧是無失敗掉咯。你有拍定那時？我有下拍個 parents complain 呢，而家教育局，一定要寫批去 complain 呢，寫批去 complain 呢。แล้วว่าเดี๋ยวไปคุยหน้าตาแล้วนะ本有教育官員愛來找我嘅，愛來 interview 我嘅，我是叫個隻解你啦。because 我嘅 result 好嘛，我出嚟成 UBSR 嘅 result 啊，成日講48間。加了 A 都就，所以後屌就掂一個 result 出來呢，嗬，伊人官員就無講下咩咯，然後就走了。特別後屌我講啦，你係4字淡薄嚇，頭先有官員來催嘅安尼款。哦，安尼咯。แล้ว做白寶嘅人咧，做白寶嘅人怎看咧？等於即係三方面講加事件啦。做白寶嘅人怎看？怎看成即係有可能驚較大漢淡薄啦，即係袂使講啦，即係寫較細漢個不咁啲。伊人做面就是假事啦。安怎假？你辦法是安怎假事咧？甲人講假，還是好像在講蝦米事？你會聲無像，你講嘅辦法佫無像哦，你樣無咩曉個就。對咯，伊人我囝細漢，特別我大漢嘅囝是，你會伊門是提起嘅啦，伊再講有嘅物件是對，特別伊門是硬死埋嘅。哦。你唔是對加。就嚟就 strict。你咪可以 consequences 啦，所以伊再講伊嘅 decision， 伊無插伊做蝦米物件，伊有一個會影響到別人，會影響到家己有一個 consequences， 是毋是？對，我記得走伊佚佗嘅物件，啊無就行到 corner 會 time out，袂使互伊看啊，袂使佚佗 game， 袂使佚佗 iPad。我 actually 冇時間少互伊看電視機，互伊真少看。佚佗 game 都係 iPad 安尼啊。做咩事啊？做咩事？你嘅 reason 是蝦米事嘛？係佚佗 iPad 嘅之類，看電視機。佢人講伊會變成 addicted 呢，伊會對啊，唔係。
就講，伊腦啲一啲大漢了是腦大漢了，伊會 wire 伊 neuron 係 certain way 啊，了，所以未使可以看上隻 screen time 嘅物件，變 zombie 嘢咧。你看，成個大大嘅看起來是成個就 hypnotize 呢。對，有呢係，往時有一半時都無用啊，成咪，或者只樹啊，都。對啦，所以你要講攞你三你啊，是全部人打開手，你要去最掂物件，可以見只係是，就咪靠放喺看淡薄物件好呐。對，往時真正無用嘅時，嘛可以看個久，成一點鐘6點鐘嘅咧。有呢成 zombie 嘅呢，你看伊係目睭成個嚟。新嘅呢，哦。袂使，囡仔有呢，袂使上細漢啊，袂使可以看電視機嘅，學古咱細漢嘅時啊。嚇。我特日有通看卡通呢，是 Monday to Friday 卡通就是唔知8點鐘嘅，好5點到5點半。對。但是有通看卡通嘅時是8、6早起，有通看maybe 6點鐘。當然有 Cartoon Network 啦，或咪貴啦，Netflix 嘅個 Kids 啦。YouTube。哎呀，這款物件咩計較的啦！我6個月看電視機到32歲，3年半歲，嘛是安尼看。我是聽目鏡咯。伊人上早吼去接觸安尼款嘅物件了喎吼，แล้ว伊變做伊成日講伊無去。戶外啊，就外口活動啊，咁樣嘅款啊，變咗伊嘅你對 balance activity 啦，你袂使直接 screen time 呀。伊成長無 balance 影響到。大漢嘅時無咪 balance，無咪病。伊嘅成長無好咯，安尼款就變講伊 ，because 伊即個本是關係到伊身體嘛。咱若是講如何出去走啊，有做運動啊，咱若特別當佢咪。囡仔咧是真正少講愛互伊去超坡會走啦，危險嘛 ，parents 本擔心嘛。特別你會使成日講互伊參加學堂嘅activity 咯，成日講拍球啊，咩嘅款啊，本是有嘅嘛。我若是有驚啊，我死我真正夠煩惱誒。我係 helicopter parent 啊，就是講我是有驚啦。但就是煩惱嘅啦，無你無煩惱嘅。Tapi咱講嚟 compare 個 US 個亞洲at least 亞洲真正即係樣嘅迄個加囡仔嘅位樣 could still allow 先生度加，但美國嘅位咧100%咧先生是無 touch 你囝，無動你囝，無教你加安尼 education 啦，但伊無教你講你開始家事伊無做嘅，即係講是無做嘅。你囝一歹了咧，is cousin parents 嚟啊，parents 嚟佢 principal 把案件講完了，安尼看咧，有時淡薄都無互你家事你囝 ，because it's very sensitive 物件。哦，所以你袂使先生袂使做迄個家事 responsibility 嘅。 No，not at all。但 OK 嘛，你若是講你一頭叫伊 parents 來本是一個辦法本呢，你叫咧幾拿刀咧，伊 parents 起笑咧，嗬，伊就會知了咯。伊 parents 嘛是這是 parents 嘅事啦，伊無錯關嘅。你起笑，你對你厝過來起笑，你袂使到學堂起笑啊。對嚇，咧你知哦，last time 嗰時嗬，我有一個同事啦，伊本是安尼款，伊咧嗬未打閒了，แล้ว呢特別呢，伊本是正惡本嘛，แล้ว個驚講條 complain 嘛，OK 條件咯，我嘛就係 call 伊 parents，call 伊 parents 未打閒了，有時節，而家是對佢説意見，佢就講未打閒了，因為上遲到了嘛，安尼款咯。你是做乜物件個條尾個條？麻煩嘛，無做 homework 啦，特別當今嘅囡仔啦，嗬，伊無單止無做 homework，搞英話咯，咪攞囡仔。英話人講 OK，英話人實際無上年代，人個無上嘅呀。當頂到嘅時，我人大漢嘅時，你是應該袂使英話，無插你講個安怎好，你本是袂使英話。對。
了見仔因話是安怎？你先生啲講話是講 OK， 譬如講吼，我見啊，我成日講我咪攞幫就中學嘅啦，because 我當然我有轉去一個 class 是 face to face 嘅，特別是間啊中學嘅啦，所以伊人啲講話嗰陣，แล้ว我嘛記掉一 can student 咯，講啊誒，你會使點冇咪亂嘅使喎，安尼款，แล้ว伊一頭因咯，但是間啊我一人講話啦，安尼喎。哦，誒，會是直會勤考咯，嗬，你看。冇掉㗎啦。แล้ว我就直頭啊掂物件啦，伊愛寫聖地嘛，我嘛寫聖地咯。來啊！掂我物件啦，大獎啊！你甲我講下咩物件啦，大獎啊！伊會啲人會走起來看，覺得發生嗰啲事啊。大獎。你阿韓講冇唔掉喎。我家仔咪咪話我冇代表過，已經借下股啊。我拍伊啦，我冇拍伊啦，我是大。講嘅咧。你講啲係咩意思嚇？你話แล้ว講啊，แล้วhọ in the end 就是伊條車架啦嘛，條車架伊就卡4字啊咯，到嚇。特別本唔是講規則人哋款咩本啦，你會使用特別道理嚟解人講啦。Sometimes 我會解人講咯 ，because 我講咧是來這邊甲你人補習嘅。咱若是講咧，你人result 咧無好啦，แล้ว in the end 我陪我嘛互你人卡破去嘅，你看，你是唔是害着我？你看，你好好，你看甲人講吼，有當時人會聽，對，แล้ว你會使常常啊，你看講啦 ，because behaviorism 來講咧，伊人是講物件你直直 repeat 喏，伊會變做一個習慣嘅嘛。哦，但係教補習會咩人嘅咩？會啦，有當時你講條物件時，伊啲講話咧，你明白哦？你講伊本講哦，嘛，你囡仔是安尼款嘅喎，伊唔是講啊，等你講了，伊甲伊 friend 講話嗰陣，伊是條鋼筋，你啲講話時吼，伊本對條講。你 challenge authority 是唔是樣會？不，伊是上個講啊，你啲講話你無用嘛，你啲價錢嘛。哦，呢邊都無用咯。一般都無用咯，伊就是對調，แล้ว你點落來那時候，伊點了喎。你講你繼續說。還沒說。話到 clubhouse 時咧，我冇講話是無亂，我直頭講話咧，伊冇嚟講你講。I think attention 啊，係是。有你係。好，是唔是 attention？是無亂喎。伊是 attention 咯，你就是甲 clubhouse 人講話是，伊袂你 attention，所以要講咯。了，佢哋無寫嗰陣，佢哋寫 attention 咯，即係是一條講 ，because 一再講你加車嘅時，你無去注意伊了。哦，你嘛多你無注意那時，嘛去做別鬼。你世界講，你學當然講話你是插亂條人嚟補習嘅啦。你愛講話嚟講係我哋加車嘅時，你出去佢學講咯。嚇有啊，特別本無用，我書本咧無用嘅。係咪叫你講？你教甲你講。哦，你講你只，你愛講我無插，你愛講你咪聽補習是咪聽是類數，特別你咪插亂條人，等你插亂條，你出去講講。不，阿 John，你叫伊出去嗰邊講，伊出去愛咪對咪？咪面對咯。嚇，我甲你講下，有學生就對咪聽先生講話咧，因為伊就係冇 interesting，伊知了你愛教下你。哦，所以你做電學時，你古早是唔是有 sometimes 所先生頭頂教 model math 哦？你頭頂做 model math 就簡單嘅嘛，你第一啲對面做 add math 咯。係你本是有，你是成日樣 can maybe already 會曉物件，所以就閒了啊！伊度吹數做。特別我感覺就講我教 Mandarin 是 because of Mandarin 啊，你在中學嘅啊，係咪古文啊，咪鬼啊，你個了啊，伊人就無興趣嘅。係咯，我本未曉。你知哦，就不看咪文言文啊，死鬼我家己。我家己本正攞文言文，你咪講。係啦。我會記我嘅補習先生伊安怎教示我嘛是講 Mandarin 咯嗬。伊就講一個文言文嘅 passage 啦，了伊
伊文言文我袂晓咯，特别伊甲我按 translate 我会晓答了咯。因为讲你做咩事会晓？我就甲伊讲哦，我读过英语版的，你这个按摩塞，哎，你看没哇？哎呦，激死我！他，so what？特别我们阿涵，我们问你那是讲有惊是你加时间，你安怎加时间？你看上面你感觉到，当走你想啊，我覺得啦，我即款細項嘅物件，我是真啊，我真啊隨便嘅，無插嘅。特別咧，我覺得哦，我會想我會驚讀真濟冊，想到我嚟講。哦，所以你就被 train 呢些係看冊啦。唔是看冊。哎呀，特別看冊無看冊是人你家己 skill 來嘛。像我會按啊，你看你無讀啥物冊，伊嘛是讀到 master， 你看是看啦，特別我會真啊 focus on 伊 education 咯。阮當時愛做功課迄款咯。So， 若是講伊有做功課，特別食歹出去羅蘭江去咧supermarket是啦。大隻，物件杯，物件濕，物件落個了，你安怎解釋？我會甲伊講，然後伊看伊安怎 embarrass 伊家己對伊，看伊安怎。所以你是用 psychologically 嚟伊只啊，我愛這個我唔愛這個啊，你看，我到你，我跟你講，介意亂。我 student 咪做 homework 啊，嗬，我跟你講啊，我你講啊，咱tìm掉你斜咯，係冇tìm khi sắm bắt thắng này thôi。因為嗰個歡喜。你話講嗱，講啦，你家己tìm，你加你家己tìm啦。你tìm á họ，你準備搞你爸母講啊，你咪做一個 homework 啊，你咪睇斜啦，你去做啦，你咪你嗱，你安尼判斷都叫，依家唔加，我跟你講，即係就是你大家嚟啲歌嚟。之類咯，按你款嚟做嘢咯，你嚟做啊！我講聽住，我講佢一隻真好笑嘅。當我在這裡馬大寮，不如啲 good 馬大寮對面點解未得咩嘢啊？伊就佢就講要自揾攤咧，要學飯你揾得咩嘢？你一當然搬咗去一間店咧，我唔係去過 actually。我知道邊個？我爸一特別好嘅時陣時，你我爸是之前生咯。แล้ว伊都唔知做咩物件啦，唔對，แล้ว我爸就叫伊，你就叫伊成日 correction 呢，發抄幾刀，呢幾字呢 sentence 個比100刀個10刀咁咯。แล้ว伊佢爸講，哎呦，我譬如我寫個半小啊，我呢借住佢，我爸講都咪嘅 photostat 咯，伊而家嘅 photostat， 伊 photostat 嚟好我爸講，佢未使買喎，就對掉我講。keep photo set。我真係 keep photo set 嚟喎，我記得阿東，我冇發，我爸講 ，OK， 唔要緊，就 accept。我冇咪愛人認真嘅喎，我感覺就冇用。啊，咩事嚟講啊？冇用啊嘛，做 correction 你再講你嘈下面啊，你佢寫嘅字頭就未了點先。解聽啊？都點咩？冇係邊個？冇，有陣時講到 repetition 咧，你個會記嗎？你知道啊，冇別記啊嘛，所以直寫都冇死記。咩唔使啊？我 feel 就講是 work 嘅，真係。work 啊！我細漢嘅時，我人學堂咧，有一個 teacher 規則叫我人寫人嘅，然後人寫寫呢，也是嘛個 behaviour，because 人咧都是未熟嘅嘛，都拍一規則誒呢，one second 呢個行啊。But then 你叫佢做成個 Q 嚟下，做下你個10刀，做當啲嚟，你係叫你知啊？阿冇叫你走落 lap 度 feel 嚟啊！阿冇度。你別使啊，老闆佬之類。我見講 physically 就成心臟病啊。有特別下來 OK 嘛？下來治療。超酸啊！嚇，有年。伊是 consequence 啦 ，I think it work 你特別我唔驚對。我嘅年代嘅寫來是寫到學班嘅喎。我就係寫到學班嘅啊。要學班嘅
小學班呢？我只是用作小學班，我是想到只是隔咧話，特別我叫阿媽，你會使日都冇作對嚟喲，等佢。誒，我冇學班後，我寫到啲阿冇去，頭卡嘅落邊阿冇去。所以我先生叫我寫字哦，特快 volunteer 就要寫抄出嚟下，我就嚟起手嘅。最人乜學先生拍過，最乜學先生，唔係講出來人啦，先生拍過，做乜學先生拍過？我大節話學先生拍。我拍過，我是校長拍過。哦，啊，會話我不學先生還是校長拍過啊？我學先生拍個半死啊！是啊，即係咧啊，你嗱個調法嘅找 feel 啦。哦。我咁啲拍啦，先生拍過 physically 拍 punish。伊唔知將數我個規日叫囡仔，唔知是走嚟走去佚佗啊，無發點事啊，上面。然後是我伊個校長是下晡班嘅校長啦，面是早班。都問了人啦，因為是伊舉一個 ruler 啊個1 meter 伊達到行來行去到對為個 ruler 1 meter。特別佢哋先生也好嘅先生嚟，伊是 discipline 人是嚟無聽是個拍人咧。然後我咪就拍過啊，特別我甲伊拍我是甲4日啦。係咪算？好多 discount 嘅啫。唔知喂，都是大波還是 baby 拔我，because 我係K8是先生本來嘛。哦，係。伊搞到 discount 淡薄啊！但係我甲伊拍查某甲4日咯，伊拍查某。我是咁我想話，我學先生拍過咧，是幾時？我係先生，啊，當然我佢 generation 冇冇想我感覺到，我係 generation 咧，學先生拍是真普通嘅事，摔電腦，夾咧電腦傾摔落卡，滿是真普通嘅事。對個處理，但是講你要拍咧，你出來人是感覺到暴變啊，佢要等你學先生拍就是暴變嘅事。所以我把拍過是啊，一刀我先生夾這這鐵嘅手拍你手板。劈咧！哎呦，แล้วก็一刀我阿媽啲這時，伊手臂你把手會賠。笑會俾我講聽做咩事我就我未記嘅，我係workbook 去學等，แล้ว就拍我手，แล้ว係你手臂把手呢？手臂未記夾去，但係未記夾去，你做本是無，你無攤講嘅嘛是？是啊，你就無嘛，無就拍咯。然後把手就手臂呢是，你成個伊 answer， 伊成個到啲學班裡有幾 question， 叫你出去 answer 嘅 ，answer 唔對手臂把手。不得講啦，未使笑學。แล้วก็อูตองกินเหรอไอ้ติงต้าสิว่าไม่เดียวกันอีเขาก็ติงก็จะได้จ้างเก่าเลย就是รุ่นนั้นสิก็ทับเป็นหัวหลังอ่ะรุ่นจะใจทำแต่ว่าให้年代ให้ว่า是about 80s 年代ให้ Mrs. Wu น่ะสิอ่ะแบบนี้อีแกจูบิบัจอีก็唔是講真正起行嚟做路嘅啊意思講哦你做唔對嚟做出你咪照正咯แล้ว另外自己看解係咩啊解一關得一讀你看在哪裡哇你學等這是 torture， 這是家事。別使啦，笑呢嘅。是燒電話燒鵝呀，燒鵝嚇燒鵝哦對，係你是第一屆咯但係冇學 parents complain 你咩笑啊？冇啦我成講年代因為即係冇上咯你即係 generation 冇上冇等啦，你教我係白冇啦講先生跑啊你講你我俾仔係咪數你先生跑路做你先生跑你話係白冇做先生嘛我白冇做先生嘛伊講你先生跑路你先生發路但都是有意嘅理由你講係咩物件先
安尼看咯。我人唔敢講嘅，你若是著拍，你唔敢講，你對。你對我計掉一點，然後你計啫。我有試咗同我拍個超整啊！最啲學生啊，我學生啦，而家上面數就我嗱三日時候我就變態啊嘛，因為愛搞 UPS 啦嘛，所以人有佢哋，人有成日講佢哋test 啊，成日講 exam 啊是。成個 UBSR 嘅 exam 啊，你講啦，海人 exam 啦，แล้วห我係條件呢就是講咧 ，OK， 特人呢就係廿幾關。阿韓拍字就多聲。哦 ，sorry， 廿人 class 裏邊第一關分嘅，佢就看啦，嗬，嚟 minus 擼嘅就分數，แล้วนี่擼就俾拍幾哇，是哦，嚇，咁是嘅 average 啊，是嘅第一關減擼嘅啊。廿第一關。哇！因為是真攞你彈地關款嘅人。講我同你講，有廿碌嘅節奏啦，嗬，我而家有4個人嘅100分咯，就100分咯，แล้วมันได้ใจ有一間哦，一日就70เนี่ย啊，規個 class 裏邊กันนะ一間嘅70分เนี่ย就，แล้วมันจะไปผ่า30刀咯，แล้วผ่ากันละ一超整咯就，一超整啦嗬。然後一刀呢啦，佢一刀呢啦，the next exam 啦，嗬，一直頭嘅90幾分，唔加冇ทักษะ，唔加冇ทักษะ，哇，一直頭標嘅90幾分咯就，啊，我講啊，嗱，都看是唔是有 effective 咧？係咪直啊？但係所以佢哋係一個 class 啦，叫咩？係一個 class 嚇。哦，拍字頭啊！唔使啊，等陣蝕期呢？蝕期啊，唔使驚咯。係啦。講個小林部嘅你老師，佢拍走到草坡走個死魚嘅個案咧，下古蘭乜有？你就走落嚟嘅嘛，乜咧死？特別係荷蘭當佢咪見到係個藍線嘅。哦是啊，有影係人冇ทัน train 就是啊。because 人 last time 咪是啊，人攰死嘅走啊，佚佗啊，你講啊，人唔呀，人當佢是意大利就快呢，意大利講，當佢咪見到嗬，一個咪會曉用嘴講啦，用意大利啲地啦，你都講叫嘴講就呢套，對唔對 ？OK， 我諗講嚇 ，OK 講。แล้วก็because 嗬 人拖小啦，真正坐地鐵啦，為咗佢哋等啦有等啦，嗬，為咗呢UBSR 嘛對，所以真正坐先生呢是 cancel 掉一人嘅，係 BJK， 係體育節。哦，本地啲講 Jasmine， 哦，哎呦，我二代就安尼款了咯。對啦，所以嘛變做囡仔本嚟較濫淡哦，因為我哋見呢本地啲講 Jasmine， 我本地啲講 Jasmine， 我嚇頭條就是我無暑假到啲人嘅頭整頭曬，因為我打波你我係同我是，隔了我班了 OK 話曬頭曬我無我個無暑假，所以我就真正清掉只 job， 我清掉我體操曬到啲人。在看到嘛，欣賞者嘛，唔是咩？我冇去注意去看人啊，我是自己啲話，我就只 uncomfortable 啦嘛。แล้ว我個之前就咩？我就出去了係我走去拜登位，我走去整整後背頭皮。講聲對，個有啊，你知有一個韓國有等啊 ，just 個踢 football 嚟嘛，嗬，伊 football 啦。伊 football 到這邊來啦，我是計人反方向嘅。對，我是走我不是走了，特別走 away from 一波來了，走，還沒走。對。我是走是 from 4 from 5啊，我而家就落死。แล้ว我開始是較大漢了，一定嘅迄個我有一定啊較三星嘅迄個動畫，有人就來，學。阿裝踢，就八所時就搏就，我咪成個哎呀應笑樣子啦，我就踢了，我佢上一背，佢搏滿背，我係滿背，我講我就是安尼啦，我踢 football，你個人可能嗰人笑啊，我是踢佢唔對嘅，係你個。
他的你咧報能嚟報一個啊，哦，對啦，佢學班嘅班嘅啦，喂，你是笑人嘅淚啊，你。誒，我未曉，哎呦 ，OK， 講起家事，咱講家事，囡仔細漢當然細漢囡仔成日大媽幫佢唔知㗎啊，即係。未使講，你到底家事囡仔是你安怎？香港咧，香港啲哦，香港起來你估唔知。哦，係，但我嘅 connection 冇好。哦，你講下家事嚇。我感覺，你條家事你家己囡仔咯，啊無，你無家事，你出家去外口，你愛互人家事你囡仔咩？你無家事個別人嚟家事你囡仔咧對。安怎家事隨咗家事咧嚇？你辦法係咩？好對唔對？物件都會講明，向知。係啦，特別係講明啦，嚟上家講嚟出去食物件本好呀。伊人我看到有誒，伊人囡仔真係suka食誒，伊suka落濟份唔要緊嘅，但係無講嘅。哦。所以我講你袂使嘛，你本條看嚇。個有最阿伯呀，嚇，considerate 啦，呢個係別使講為咗家己呢，都俾看下一隻係試看別人很照，咪家己只就只個啦，無插人很呐。嚇，安尼款嘅物件咯，manners 啊，無你出家去，你無家事，人家事你。你話我講咩？喂，特別啊，當今看可本，because 當今90後、00後嘅了啊，嗬，呢就是，伊人家己 even 有誒。大漢了，把路入幾回咧，個實有驚了呀！吼，伊咱就袂曉家事嘅，because 伊人就伊爸母都無家事，安尼款就是一個 generation， 安尼款傳咧嘛，跳來跳，一個去了咯。你無家事意思係咩事誒？是真正夠陰話，我本袂曉家事，真正夠陰話。所以有陣時我互伊，我感覺我就將伊個就in 咯，所以有陣時互伊 silence treatment 咯，買菜咯，買菜咯，伊個嚟嚇，有影幾日買菜咯，伊個行死咯。哇！我當時講啦，我你無聽話咧，我冇聽你講話嘅。哦。伊愛買物件時，唔是買物件，伊愛討物件時。嚇！我講，你淡仔無聽我講話，當今我冇咪聽你講話。有陣時用到對樣嘅辦法咯，嚟對付啦。興意禮尚往來。是咯。嚇！安尼款伊嘛會感覺咯，對感覺對講。講到啲咱第要緊嘅motive就是，你要教囡仔是蝦米？為咗伊囡仔好，為咗伊囡仔學到物件。咪一接卡古經，咪大係咧去接卡古啊！嗰時冇啦，第有件事講，冇啦，第有件事講，故事可能靠人家事啊嘛。你買麻煩，你家己本嘛，你阿斗伊較大漢啊時，你家來家事咩換了咯，嗰時。想換咯嚇。是咯，แล้วมาเป็นจะมาหวันลูกกะกี่โลอีเตรียมที่ create problem 出來那時有陣時是學伊就學伊在你做伊做啦那款然後人嘅人 feel 到無爽安怎但伊你做到啲可以在人安怎講啊 same feeling 啦可以家己計啲體會者咯，可能體會者啊，對，是咯。แล้วก็係咪物件？要緊要教你驚字係咪物件？成個阿韓講伊袂驚讀冊嚇。我是大部驚嘅時候，你在美國啦，已經去 middle school 啦，已經會 involve in drugs 嘅。所以驚很驚是啊，我不是。特別我聽你物件 Egypt 加去 school 啦，驚咯，人頭頭 because 美國真出名 in the sense of 你去 high school 去 middle school 呢樣有 pass around drugs 嘛。哦，特別係你 drugs 參嘅人咯，病參入唔掉呢個真係快啊！
你是驚係咪當今時興嘅咧咩啊 opioid 嚇？你驚到？opioid 又好，marijuana 又好，本時啦，basically it's wrong 啦，對唔對？可能特別你唔使邊 marijuana 嘅 opioid 人哋稱讚咧就 opioid。好啊，我表姐試下就是 recreational 是 drugs 是無好了，唔通嘅啊。了，嗰隻不是講你中國人講，伊人哋驚，伊驚去學堂是驚伊人說白粉啊，係咪？But even marijuana to them is same thing. It's drugs, is drugs. Is drugs. 哦，驚。特別伊人是驚講，有當時是驚講，你成個 gateway 啦，因為都伊無講真正伊袂。你想你食 opioid 啦 ，opioid 真正 dangerous 是啥物事？我當我聽啊，啲 recently report 就是，伊人囡仔嚇到啲學堂去做咩？我做白寶，要死我煩惱死。伊囡仔講，即個嚇即淡薄，伊啥物 ecstasy 嘅啥物物件咧？แล้ว伊即是入口唔知外國，在中國嘅是唔知 Mexico 來嘅咪要，伊是上個平常時人食嘅咩 ADHD 嘅藥啊啥物物件。แล้ว有就講你食淡薄誒，做路成個 high 嘅啥物嘅款咧，特別。伊內面伊個 drug 係是嘅，伊是 opioid 啦，所以變咗食咧嗬，伊個 reaction 你身軀啊，平常時你食一粒會效，伊成個你食100粒咁嚟做咋，所以你食咧是伊隻 overdose 就死去啊，就係見啊，對你講咧啊，但是講食就嘅要，所以係你，哎呦，我做白寶我唔真做假本咯，我驚咯。你被害，唔是講被害人，你被教人可以制，特別你按怎制，你見到14歲15歲，因為少時見哪個條？對，在去迄當今Vancouver 我來位啊，位啊到，哇，真正解哦，伊迄個 drugs crisis 啊，你看迄個啊，伊當係食個夾馬個了多夾路邊嘅位 ，homeless 啊，你看伊人個了食食個 druggy 就掉啊啦，新食個嚟通通嘅呢，人嚟多嘅咯，嚟 steam 啊 ，steam 啊，那叫咯。係，坐對驚嘅呢，所在可以人看者，目睭甲金能無。哦。對咯。係你咁樣啊？係你會help掉，係諗在 consequence。อันนี้講 school อี成個無 campaign 成日講promote 講咪take drugs 啊，你看你 campaign 嘅咩 ？promote 特別聽咩？你講啊？係你14個15歲嘅呐，要聽咩？真馬來西亞有嘅嗬。馬來西亞第教嘅，馬來西亞是洗腦率嘛，啲間東300碼啲你看啊。馬來西亞是較嚴重嘅。即邊是第係咪嚟？佢係 peer pressure。That's why 人講細漢嘅時，你俾家你囡仔講，若是你無暑假，你就別講。你若是唔敢講啊，是你驚人叫你食，係你食咯。Because 真濟人 try 嘛，你鎖一喙，我鎖一喙，所以 sometimes 會掉掉咯。Because 人講 marijuana 20% 嘅人會掉掉。掉 marijuana 頭先特別，你所下啲物件咧，有你治療。無做 anything useful like for 等下，咱是袂接受，你驚做咩看會，你知啊？我是較驚是你啦，我驚是樣食到啊，嚇伊唔知，伊朋友唔知本 because 伊一粒伊 dosage and 少呢嘛，一粒，特別伊淡薄呢就死啊，可能係你解啊。我一個是係你講台灣當掉 fentanyl 啊，fentanyl 嚇對。係本是隻嗰啲，即係 overdose 啊！係你成日是當掉嘅時，心經係得嚟當掉啊，鼻掉啊，甚至伊會冰山去啊。哦，伊 absorb through skin 係咪？哦，係啊，你可以看你，即係係咪咧？到 US 安尼借咩 drugs？啊，是啊，這邊有影是。是咯，但是所以吼但是所以吼美國嘅 toilet 吼，佢咧伊 gap in between 佢哋門吼實在大嘅 ，because I prevent drugs addict 入邊數白分。แล้วก็ไปกา咩？有見家驚，有你看我未有，我做 parent 才講吼，我就真正煩惱了。
是唔女嘅。我明白做咩事微我吼想講嚟 enforce 囡仔讀冊吼考好 because 伊樣嘅先生嘅 reputation 吼 depends on 囡仔嘅伊嘅 performance 啫。囡仔考好，先生嘅 reputation 好，但我無 feel 到美國嘅先生有慳嘅 mindset 咯。because 你就係講關錄嘅事啦，錄愛讀就讀。我家己啊，我放工了走了。特別本是看你先生本，人哋我係啱本是做先生，我知講伊人嘅，伊人你另外一方面來看下，就是講啊，伊人先生嚇 already 伊30幾年前加起來時間當今啊，伊班啊是 double 伊嘅 capacity， 了冇 support 冇咪，所以先生就加了做加了咋，所以你想看伊 overwork 你先生，是講你一個先生加40幾個囡仔啦，幾個班啦，你做成尾為咗這個囡仔好嚇，你安怎會去 able to 管到加了囡仔？所以你未你就 move on 嘛，你就咪 shut down 個 class 咩掉？所以就看考本啊，你知咩事？你美國尤其是美國啦，爸嘅 country 咧係邊啊？美國嚇。看 educators 啊，冇咩有嘅咋，尤其是 public school 啦 ，public school 嘅先生，所以伊人先攞只嘅，你安怎 attract talent，了你對伊人個冇好啊，直考試，你講嚟講，伊先生巴黎啊嘛，所以看到先生為咗加錢，咪是為咗 holiday 呢，你睇到啲加錢，對嚟是放工，對嚟早起6點幾起學堂，對嚟阿妹貴妹加錢，係咪咪加事？係啦冇看到喎。你就係講放假 holiday 就被 prepare next semester 物件，可能物件你做先生人知嘛？會話。對啊。特別我感覺到，那是講我是先生有先生誒要根本啊 ，obviously， 但我感覺到那是講你出來嘅人，有嘅人啦，一個咪係下先生拍，特別一個咪出來個咪解嘅幾件。哈！你就是慘咩？我感覺到你見啦，慘。對咯。唔是講先生買教，是先生報佢哋本數，本數有是報佢哋 capacity 就教咗，所以教是教 syllabus 呀咯。我一個告訴，我小學嘅時嘅，有一個囡仔加減歹啦，特別唔一地歹嘅囡仔啦，大來幾個standard 嘅位。都有一個是，伊嘛是未做唔知咩物件啊，了伊先生佢爸來走，了伊爸來啊，了伊就叫伊來頭前，伊爸一頭去夾伊嘅即個褲帶來拍伊個辦頭頭前，甲了人辦，甲了講起，掂唔敢看，驚甲巴死嚟。甲了驚，伊先生阮坐到邊又無管，比如是伊爸來教示伊嘛，教示伊。伊要教示到啲一輩班人頭前教示。我學伊歹勢啊，我講，因為伊先生考伊真濟擺講類型點安尼啊，啥物？我是唔知啦，做咩事？但係我是看到伊爸來拍伊，術伊用迄個擴大術伊。安尼。對呀，伊爸走啊，安尼。排啊，對呀啦。你唔是解咩？你想唔知伊 emotional damage 咯，就這對咯，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น่ะ是講อันนี้款拍了，即個特別 try 去counseling 淡薄咯，แล้วน่ะ是講 teacher 成日講無去甲伊好好講吼，本是袂咯，袂 effective 嘅安尼款。我甲 teacher 有甲伊點講都袂使做安尼款啊。我甲啦，伊是伊甲歹人背嘅啦。แล้วmaybe because 我是無感覺到要做啥物物件啦。maybe 大 recess time 我無看到是伊在做啥物鬼啦哈，甲人相拍啊啥物。唔知啊，特別先生叫伊爸來啊，伊爸就抹伊啊，伊爸。特別好，我爸問我到我朋友頭前，所特別我真是夾歹嘅student嘅話，我知佢驚搞到小牌，我是唔是佢驚搞到小牌？
我唔捌教我小拍佢，叫教我小拍誒，我有教死人。喲，你話真假成，肯定會聽嘅。啊，我會聽佢話講做咩事，就是教派死嘅呢？黑人豆嘛，嚇？你未感覺就講伊來派死起來那時我有當時會感覺就講伊來真正，唔是講趣味啊，成日伊人有誒是較大漢咧，成日6年級了啊，伊人有成日較中學誒款了啊，吼，แล้ว有誒淡薄伊人成日講歹死起來那時吼，喲，哇，安怎會做個安尼歹哦？我係安尼款想誒喎。แล้ว有當時你無驚咩？你無時間來拍你誒？往時邊度較大隻，往時中學時。哦，伊迄個較大隻誒，成日講有誒6年級了啊，特別伊而家是管過我咧。比我較大隻啦吼，我較濟我無拍人了喎，安尼款誒咧是成日講學堂內面啦，第一派誒 student 啦，教加，然後若是講我是無教伊誒咧，較濟我是無教着安尼款誒 class 啦，我無教着安尼款誒 student 啦，แล้ว特別呢我會到年尾若是咧，我就會建議去參加我誒 drama，你可以另外一個 outlet 是唔是？對，แล้ว有當時吼，伊人唔會講伊心事嘅喎，伊甲你講啊老師啊，安怎？伊講啊，你看啦，我係 form teacher 啦，吼，規日念誤會話啊，係咪啊？你看呢哦，伊會成日講靜落來那時我吼，伊會甲你講伊心事嘅咯，都都成時。我看到本時你特別有成個先生，就是講你無time 無蝦米事，變做以往甲你先生甲學生嘅 relationship 係是加起來了就煞啊。because 都無想講有攤，你有課外活動啊，啥物有另外一個 extra activity 是後尾成個你唔是啲加起來掉，所以當做你只係朋友嘅款啊，แล้ว你有夠機會甲你開起來講嘅咯。對，แล้ว成日講drama 咧，其實是一個好嘅一個物件啦，所以成日講可以去參，然後可以去學講安怎負責任啊，特別teamwork 你看咯，所以而且咧有一間呢，嗬，而家伊到尾來伊大漢咧，伊變做 beatboxer 嘛 ，beatboxer 嚇。係咪嚟？哦 ，beatboxer。beatbox 咧做咧噗噗噗噗噗嘅呢。對。哦，แล้วลูกขอตัวลูกแก不是學生下面嘅แล้ว就好啊，都對嚟要成日ลูก頂到咩錯錯嘅นะ，拍拍嘅呢，我對嚟就咁想。哎呦，伊人夾笑啊是，拄着啊是啊，哎呦，老師你會記哦，你安怎拍人啊，你安怎起笑啊，哇，你叫我人啊，半苦。班蹲山啊，你會記哦，成日講雜馬，你就係成日學。半苦半騎。雜馬下掉啊。騎咩？你講咧伊人佢哋就是走拄着咧本嚟講嘅話題咯。騎咩步呢個騎咩步？但係如果係 student 大漢嘅本30歲啊嘛。哇！แล้ว有嘅入6歲啊咯，係教人啊咯。我諗下。即係嚟講隻小派告訴隻幫佢聽，係咪算你個嚟小派？我係小我算啦 ，from standard 1 to standard 6啊，我4個年裏面都有拍過人。打波嚟，都是co-ed 學堂嗬。co-ed 學堂，所以2年級嘅時咧，1年級冇人小拍，2年級嘅時。第一排嘅打波咧，唔知做咩事，愛教我吹數。伊先生教了，出去去 staff room 去嘅物件就咩啦，我唔知啦。了人教了就做類講學咯，就做類講學就唔知啦，係咩？有時伊企起來，先生就要出呢，伊就要企起來，唔知做咩事，伊走前繞了，伊掉地嚟實位尺啦，位鉛筆係咪嘅了，攞起頭。哦，對啊，伊成日笑啊呢，
你 class monitor 嘅 assistant class monitor 嘛，伊人滿在意 pattern 了嘅，伊是第一排伊貴嘅，我哋貴 standard 是第一排是係叫double，有時伊人滿在意 pattern 嘅，所以我對着伊嘅時候，我怕我正伊啦，我倒頭卡，哦，伊把倒頭卡，嚇，有時我個突伊啊倒頭卡，我突伊，了冇。我夾對去喂，但是為咗咪橋我咪夾起來，我個 continue 做，但係你 class monitor 是我朋友嚟啦，你是一個當冇物件，你是個問題呢，一走對去伊位，然後個問題誒先生接來都冇數，你冇嘅先生講啊？冇人夾，伊問啊夾先生講伊成歲數嘅嘛，冇人講喎，夾了點點。嗱，安尼啊，有啊，一明年是冇，我只客人嚇，係咪啊？假使唔知啦，人成日冇人講成件，當人小牌啦，假使就冇人知你乜啊？係嘛？哦，伊特人滿可以釣佢就知哦，伊無理人啦，research 是拍人啦，搶人嘅物件安尼，白等嘅就伊，第慘嘅是伊嘅爸母是先生嚟。哦。特別唔是我嚟學堂啊，白嚟學堂，所以特別伊是第排嘅，然後第明年嘅時有standard three 嘅時我記我 end of the year 先至冇接嚟辦嘢就假了冇接嚟啊嘛，然後咪佚佗 game 咯，佚佗 game，然後人就冇佚佗下你巴杜斯人班，然後冇事就佚了無啊？嚇，請我嚟物件，是。有一些是搶我 friend 嘅物件，而且裡面是我嘅物件嚟，是我 friend。我直頭去下邊，我是咪是牌，我等等樣唔是我是。我唔到是我是講我是細漢個大漢，然後個當劍啊，我唔捌小拍過。哇！都怪哦。了。不要緊，把到有人要拍我嘅時候，我叫你嚟搞出頭。我入啲嚟。有年啊，我們教我翁講，我翁只大隻嘅人嚟嘛了。特別也是人教我人吹水咧，面前我翁去卡去吹我係。假使其實是只坎坷物件，你都唔知。我做爸母啦，唔是講你飼囝啊，要飼隻靈，要互伊出大，蝦米坎坷？哈你是坎坷是坷，特別我感覺到家是 discipline 教你細漢嘅囝，細漢教大漢啊，是第坎坷嘅時候我感覺到。對啊，呢個冇成講一個方法，會是對嘅。你看你囝嘅個人伊家己嘅安怎嘅 react 到係咪講？你都要曉 adapt 本嘅話，一個囝兩個囝，樣嘅款嘅啦無相啦，教嘅辦法佢無相，我話啥？無相。我是講賣幫送啦，賣幫送，I mean 講成日講丟嘅物件咧，成日講 attitude 啊，伊嘅，I mean 講你特別，你發現到講伊是做錯嘅，你愛去改伊咯，你袂使成日講幫送啊，盲幫上靈啦，你看咯，有誒啊，白魯啊，哎呀，伊成日講，哈你囡仔到哈你 restaurant 內邊啊，啲邊大張啦，啲亂啊，誒，有誒 parents 應該是無理伊嘅話，你講係條可以講個一把，特別問題是講。有當時安尼款本會影響到別人嘛？對，你應該是就被現時就被去管佢囝了啦。當今咩只節目啦，迄個後生啊，互伊囝佇伊干啊，噓啊，你講噓你係喎。哦，係你地產嘅係你，伊噓無用嘅 ，because 係啦。有嘅囡仔咧，你做咩？伊做國家做，伊個家做，然後都無采伊只啊，哦，無人管伊啊，哦，伊咪做伊啊，你知啊？對，我姨啊，特別我姨啊，吼，我姨好了嘅啊，伊你若是講你大校啊、大獎啦，伊一頭，若是講伊迄邊有10擺舞龍喎，伊頭抹你喙。
講一個吼，只巴布龍啊吼，我 nephew 佢陣吼，伊講啦，大大愛叫只物件啦，你喙甲撳金嘅，迄只物件真只棒嘅啫。所以伊會啊，你講人吼，大大整一個三包吼，青啦，三包無係料無係物件，係啦邊仔位係啥？伊個頭強驚動一個，動機啊！一半就帶環照啊，你睇下，好驚啊環照，你只細漢都過去呢，只雜牌布龍啊，吹你哈，哦，一定要只訓練呀。我們想嘅，我是呢，我本是我只細漢就曉只環照嘅，本想，因為我是特別是 in charge 去加雜牌布龍嘅嘛。我食飯差唔多搭對，我出去外口 garden 你特別去加雜牌布龍嘅，所以我自己啊，我自己加多，加一個加咯，下邊加雜牌布龍一隻食，我冇食啦成時，特別我係點話看 ，maybe 7歲8歲我都食夠食落啦，然後食雜牌布龍，會曉食咖喱麵啊、福建麵啊，嗰啲嘅紅椒，可能是成對曉啊。呀，做雜牌布龍加雜牌布龍，不是我講嚟試下你先。啊？試。แล้วมวยกูบ้านกูเนี่ยกับลูกก้องบ้านบองเนี่ยละสังเนี่ยละอังละแช่ละ對，我本想，所以當見我就見隻雜牌布龍咯。頭一項 grocery item 我嚟 Canada 我買就是番椒醬 ，because 我冇落我自己落。我想一隻雜牌布龍配番椒，哈。全部是喙咁堅啊！佢只唔見。冇喎，我真係牛知啊！佢我喙佢嘅拖落吞嘅了，攞大面嘅。特別如果你生，我這個冇我想隻背。啊？你想隻背啊？我隻背特別驚人叫我。我是4年級去背到，我去中學咧就較3就對啦，看你嗰隻背就對，唔識就是嗰隻背就對。特別見那背嘢啊，大漢嘅是山呢，你話成日都嗰呢？你就別冇啊！我細漢嘅時候，我細漢是隻山舊架打呢，แล้ว舊架4年級嘅時慢慢背6年級轉咗背啊，啥 balloon 呢係啊，แล้วfrom 1嘅時個管呢條管呢咪是背呢背咯，แล้ว係可能實啊 from 4嚇，佢就背到對啊 from 5，我 from 6背嘅啦。所以背身個當基本上喺背身就唔亂啦。誒講到對家事，你見哪買食物件，你按怎解食誒？我見哪咧，我細漢時咧，I mean 我 based on 我 sister 嘅話啦，但是頭一個咧，別使 introduce 食甜片，頭一個是食愈可嘢，愈歹食物件，所以會食菜。伊囡仔咧，其實佢都是 introduce 食甜嘢咧，百下咪食。大漢是唔愛食啊，伊唔愛食佢哋烤嘅菜啊。哦。安尼款咯。This is what I learned from my sister。我是頭一個可以見，我見頭一個食咧，我是 grind 佢哋 spinach 可以食 ，grind 啊 ，like blend 去除 puree 啊，and then 做一個是 ice cube 啊 ，and then steam 出來啊，可以食。哦。你看咯，特別我是囡仔，我成成嘅 taste bud 有較別記嘅本。你食香啊？但係囡仔會別記嘅，你別使講無一個囡仔別記嘅。The only thing 是後面咧，邊個囡仔別記嘅咧，食物件咧，伊是無安尼貪食嘅。if 囡仔無別記嘅咧，你去做一個 party 吼，無地 party 啊，你看到迄個囡仔無別記咧，伊是特去對下個 table 被鹽嘅食嘅。囡仔佢一個背，就是你無有人有個囡仔伊成成嘅 taste bud 啊，較 sensitive 嗬，伊會食到嘅物件嗬，伊會較無好食嘅物件較濟啦。對人來講，你成成就買食，伊買食蝦米物件冇買食喎。有誒是嚇呢，是啊。但係囡仔有別記嘅啦，無。我唔解呢隻，阿毛包，成個阿毛包你看咯，伊實真係 sensitive。我有得過厭食症嘛，細漢那時，我漸漸學我爸拍啊 ，because 無未食飯嘅事。哦。咩是厭食症？按照講生理 issue 啊？
sensory 啊？唔是，伊會eating disorder，伊唔敢食。anorexia 啊 ？anorexia？我唔知是 anorexia 啦，特別伊是驚食物件咯。對啊。哦。一直看到物件呢，愛咬了，你就未食誒。是啊 ，because of its texture。可是咪？冇啊，伊就是買食咯，伊看到物件呢，伊就是愛咬。伊是滷。伊講伊啦。伊是滷啦，係唔是你爸啦。阿咪話。如果伊我想講你爸咪食。แล้วว่าจะ可以爬咯，加時咯，可以加時啦。有一道嘅時候去外口食嘅時啊，哇！一直頭家迄個桌頂有蝦米物件咧，伊就掂了，你都知哦，嚇死！掂到呢度，掂到呢邊嘅啊？掂到 restaurant 嘅位啊，掂到我嘅面啊！哦，哎呦，我個死！頭家咧半我嚟掂我嘅面。哎呦，我做得好個驚呢。係啦，嗰個驚咯，我直頭考啊，到邊。我講咩啊？即OK， 女人講嘅，人講淡薄像 last segment 咧，咱是咪講對大是囡仔會教囡仔教事？我感覺到大波，我個經驗是，我已經是真正順嘅囡仔了，我冇咩問題，我自己真乖。特別我感覺對大13、14歲時期吼，哇！I think 是唔知為荷爾蒙嘅什麼吼，做我成啊，但下面叫我看別幾百嘅喎，所以你個愛因話咯，還是冇大冇細哦。特別一打那個 maybe 一年較驚2年，可能冇夠2年。一過啊，我 OK 就對啊喎。我會記講，我會記我頂到時，我會知馬路甲我照拍拖時，伊就來我厝時，我就想甲我知啊，對，甲我知講啊無大無細咯。伊呢就講，什麼我知講，安怎你安呢？所以我攏看我款 today 你捌我款啊，是想袂教我安尼。但係大波囡仔嘛是安尼款呢。是哦，一定當然先，我只係攞嚟大波機，咁樣先係。愛玩話嚇，愛起歡嘅喏。起歡嘅意思係 totally identity change， basically 是下面嘅不是 no 嘅。總之，我會記講 from 我會記我到底樓頂嘅借條我係播電腦嘅教員，我會記過。我當時是啥，但下面嘅我們是看別幾百就對啦，然後就起行看別幾百呢。查甫無更加慘過，你查甫 teenagers 當今你看到啊，你12歲加16歲一定幾驚嘅。安怎？個無相嘅 problem 哦。drama queen 咯 ，every drama day 咯 ，fall in love。你安怎咯？拍水看，你差唔多你見到這回保險未使講。今年11。哇，差唔多嚟啦。你後生。我係記13歲、14歲時我實咯。你使 get ready 啊！你使 get ready 啊！我問你，你使講，我問你，即係會I start fall in love，你安怎安尼細漢？哦，要拍拖？唔知啊，唔知。要灌湯掛湯佢啉。你話 sweet 啊 ，drink bitter gourd soup。你唔知安怎會拍水過啦？你佢驚你一個驚呢咩？一個呢？哦，個型啊！你若是幾哪咧？個家政只好事呢，哈變過來殺了。But it is quite popular among girls 嚟㗎。嚇，咁我是介做 playboy 哦。因為先生會同我講過啊，伊細個是 considered 就係 popular among girls 啊。伊講有個先生講，you gonna get problem when your child's getting big。不大波應該冇安尼快咯。是啦，冇查某較快。哦，是啊，查某較早食啊，你是講？查某較早食，我驚我。幾歲是早？10歲，11歲。係咪？嚟勁啊！是講緊嚟勁啦，成個 start 有你查某，你成個 teenager 嘅 problem 咧。
是咯，12歲13歲咁咯。呀，12歲13歲，聽我特登講喺朋友人12歲13歲。古早是12歲，當今是10歲。哦，哇，真係。愈來愈早，是咯。哦，愈來愈早。我感覺就愈來愈早是因為 chemical 或是古靈魂。講是，人講是食hormone 呀。哦。人係講這物件，咁樣講這 hormone 嘛，當今，所以人係 hormone 較快咯。做咩事講古靈魂呢嚇？古靈魂冇 hormone 啊？係古靈魂啊，只係咪只係啊，只係佢哋 nutrient 嘛，แล้ว講係咪河腦啊、發電啊，係咪河腦好啊？所以it develop 上咩了？哦。我時時講唔知是到底是成啊 chemical physical 嘅物件，還是 mentally because 我諗真係 information 嘅事咧，伊較係大漢。特別你講最拜美國嘅囡仔嗬，貴了差唔多2歲嗬，是冇食古靈魂咧，就冇。我諗嗰時食 fresh milk 嘅啫。對 ，fresh milk 是好叫啫，我估會驚食嘅啫。哦，是啦，根本是有 growth 嘅物件。hormone 啊。แล้วดูไปให้คอยดูมาอยากใช้สิ係咪嘅？講我這邊買無着古靈魂，該排除了。哦，係對，我有時話買緊嘅時會除古靈魂，本就排除。對，我本是咯，買無。當今嘅囡仔嗬，成日講即係咱講 mentally 啦嚇，唔是身體嘅啦 mentally 呢，查某咧是會較早識嘅 around 5年級啊，你講就是伊人就 start 了，就 start 較成熟了，แล้ว伊想法就較無常了，แล้ว伊身體嘅改變咧，本是 around 5年級呢就 start 會看到講較有查某嘅 shape 了咯，伊會靚啊。實有了咯，แล้วตาปอนี่是差唔多就未等加6年級อันนี้款6年級妹อันนี้款呢對6年級妹around 6年級成日講如果是講1月開學咧嗬伊 around 愛晚伊畢業嗰時係就 start 了差唔多年尾อันนี้款咯嚇伊就 start 了咯อันนั้นว่า我係記，我係朋友樣成講話事啦，嗱，就因為你在打波變這事，我唔會啊，冇咩？我冇變，我係寫冇成，哦，咁叫我冇喎，我自私啦，不是同個，我係指朋友隔籬打電話嚟講，誒，你小弟頭媽講我講，自己小弟。誒，你住來本成日看你聲別啊你啊！對，我係聲巴拉正翻咧。我睇特晚都講做，你特晚都講做，你估意思係咩？冇變你試下試下。飛，你貴妃。貴妃是都變咗咯嚇。我上個是冇誒，我 of course 就係我見那聲，我都特別我大人聲唔是講只嘅，所以變咗冇咩情操嘅話，你咪成日看了。對，我聲本是。嗰個聲本是冇咩變，你其實變王妃咯，王妃，幾回事變王妃？掛啦嘛，我13歲就聽伊掛啦。你13歲就變王妃啦，我13歲就聽是林阿姐。哦。แล้วก็有一項嗬 mentally 啦，你講下5年級查某會較一個啦嗬，所以伊會翻伊會成日講 project 到伊嘅 result 嘅咯就。哦，伊是較骨力啦。嚇，伊會較骨力嘅查某嗬，伊會較骨力嘅。แล้วนี่伊我人嗬有成日講 compare 過啦，成日講coach 啦嗬，即係 parents 啊，尤其是大波嘅 parents 咧 ，sometimes 伊就會嚟催我啦，就會成日講，哎呦煩惱咯，伊成日安怎安尼差啊咩啊，你講咯，係無心。特別我人 compare 啦，成日講我做嘅 class 係你 analysis 啊嗬，較濟查某咧，伊5年級實咧，伊嘅 result 就慢慢跌急咧。
哈，慢慢 pick up 咧。大波咧就會較輸嘅，而家是安尼款嘅，冇安尼喎，就是安尼了嘅喎，伊 trend 是安尼款喎，所以嗬，伊 trend 咧就被等個第時咧，大波咧伊是被等個6年級嘅6月 start， 伊人個 pick up 起來。哦，哈，安尼款嘅就，所以人就講我人，啷當然6年級個 call UBSR。USA 咯，吓冇上嘅USA 啊，USA 啊 USA 啊，USA，他們係咪？按照他意思係咪 UBS 係什麼數 ？stand for 咩 ？USA 啦，USA 啦，USA 是 stand for 咩？Ujian akhir 係咪幾啦？邊 akhir tahun 呀？是 semester 係咪幾？UAS SA 是 sijil。Ujian akhir baru kami sijilnya baru akhir S 係咩 SA 可能你隨下我隨 Google 啫所以 baru 意思叫做 USA 咯咧一當佢一考我可是冇 result 嘅意思 final 節意思真係 5哇！哪有咁未見快你接，呢是講你劫，我哋講你劫啦。哦 ，OK， 中意數，我除掉啦。中意數一個過下了，一對個骨落去。冇查某曉想，你是講查某較會曉想淡。Ujian akhir sesi akademik。所以是個會曉想，你對曉會曉讀。打波嗰啲小掉啲鐵頭波，你睇下嚇，拍塔futbol。查某咧，你阿個5年級咧，我都會實看到伊無上了，然後伊到6年級咧，伊就真正 OK 了咯。打波咧，伊是別等個伊6年級啦，愛換 exam 咧，嗬嚇，伊人個 check。因為應該打波較慢貼 exam 嘅嗬，應該打波慢啲嘅貼。打波應該是較 Ujian akhir sesi akademik。แล้ว這個 USA 嗬 last time 啊是講近6年級考 UBS 啊嘛就當今是4個6 form 1 form 2 form 3 form 4กันแล้วไอ考嘅哈！哎呦，我哋攞考題啊！喲，แล้ว這個嗬伊個唔是成個人 school 嘅 teacher 家己出嘅，這是政府出學路嘅。last time 政府กัน啊出standard 6啊嘛，當佢 standard 4 standard 5 standard 6กันแล้วมัน是考政府嘅。哦，แล้ว考要成個要探成個尋歡嘅，可能成講要看看 evaluate 你 level 呢喎。當今嗬，伊是有學路歡，特別 teacher 無學路在，這伊人是講唔買學 student 在你會歡呢。哦，免學 student 在講，有時要 test 看看，伊唔是講要考看到這個，伊是要 test 看伊會曉 level 到這呢。對，所以伊是用大盒嘅，伊是用大盒嘅，成日你 Chinese 學路考90分的大盒。大盒6咯，แล้วนั่นสิก็ลูกโค80分就大盒5咯，安尼款咯。哦，所以人見啊唔知樣嘅分數，所以你被爸母被成講，你看咪見啊，考大盒滴篤那很厲啊。對，當佢意思緊啊 ，DB 呢，人講 DB 貴咯 ，DB 6啊 ，DB 5啊，嚇。大包攞了大包。5粒大包，所以你咪免去 compare 啊，免去 pressure 你個記咯，哎呀，幾分啊，那款。我記啊，我記 exam 我真正背，我背，我講我當今啊 exam 我冇背，你叫我去做啊，我真正 stress 嘅我 exam，我有隻 exam 嘅 phobia 係嘛？你愛嘅關分嘅數呀，你驚輸呀。唔係我講，我考公平美國公平嘅時候，我去做啲 test 啊，我冇 stress。都不多聽是唔是？係愛幫曬。對，就愛幫曬，我係發燒過，我頂到我講過，我係發燒過。直至成日考出來時，我不多就愛聽嘅。但我別使接物件，我接物件時候，接 breakfast 時候，我就考出來時，我不多聽，我就被幫曬嘅。知啦。我不是，我5年級，我喺檢定考試，我被 stress， 我1禮拜有2-3日未困嘅。
哟，我们想哦，那个就做下面，你会記得檢定考試你特別做伊下面 test paper 那款呢，伊 plastic 籠冇想食嘅。哈，有時都話佢哦，我未我 stress 咗好樣啦，我個正好困呀。哈。阿咪你年代是個年級考嘅咩 ？Hello，阿龍用是年嚟嘅喎，用係咪嘅？我愛你。嚇對咯，6年級是啲小嘅咯，6年級是啲小嘅冇考出。kerja berat sampai mati Dah buku saya lalu nak Belajar sampai mati. KBSM 啊，kerja berat sampai mati 哦，我嗰陣時我唔知華哪叫咩喎，我唔知馬來文叫咩，我係檢定考試，我係其實叫做檢定考試呢。嗰陣時華南是 penilaian 5。哦。Lui 年代是 penilaian 5，Y 是 after Lui 年代咧是叫UPSR 了。And then 我做下面我本未記啊咯。用 penilaian 5，penilaian 5。啷個你記咩 ？SRP 是 Form 3嘅。啊，想啊，你想。SBM 是 Form 5嘅。做下面未記啊咯。SBM 咧 STBM 是 Form 6嘅，我冇睇過 STBM。我真係不講貼你先做下面。講你叫乜叫penilaian 5咯？講。人家看開。我係當人話叫做檢定考試呢咯。我同你講檢定考試過一成幫聲啊！嗱，你及時哦，咩讀冊啊？你去中國啊？係咪咪叫佢哋冇試過？你講你及時考啊嘛？然後because 佢是會接病毒嘛？嚇，會接病毒，打包就去撞鈴咯。對咯，梗係 stress。當見冇人應考啦，嗱，佢講當見冇人應考。係咪冇人應考？我就看考啦，你當佢做，我當佢49歲啦，我做我未曉咧。當佢冇咧。我就看考喎。伊就講伊嘅 comprehension 啊，嗬，伊每路講，哦，即個人嗬，伊安尼款做，你感覺就講伊安尼款是安怎款嘅人咧？以後你係 critical thinking 嘅啦，噃啦，以後 analyze 什麼？對，然後佢寫，你就。然後你不要寫字嘅，定當是背嘅嘛，定當那是背嘅。你就先寫寫，你讀起來，要講到關係，這個關係加咩物件，你就別寫這幾個 point，要背起來。咩？唔是 ABCD 嘅咩？小學那是。啊，小學是。啊，當今是寫，自己寫。中學是寫嘛，我哋見你。SBM 啊，你看，我當今小學本特別自己寫啦，成個中學啊，你看。啊，所以我 Form 6嘅時，我哋查 Form 6嘅時，我實在唔知騰，我唔知 fail 咯，唔知 maybe 冇 fail，我唔知，因為我在考出嚟時，我實在啦，去98，我當金個當金咩嗬，我個安尼nightmare個，我nightmare是講嚇，去考出嚟時被佢讀嘅了。所以隔了面搞冇讀到。你考車袂驚咩？考車考車冇驚，考車係 practical 面搞冇驚。你就是叫我寫了寫面叫我驚。我 nightmare 嗰是病毒嘅 nightmare。哦，係怎？我考車是病毒嚟，吉當今啊40幾年啊，我嗰時達到我 stress 是我就綁掉病毒讀車是。對，係咯。哇，考車。我是綁掉考車啊，期間開伊抓起來，我完全冇讀到。我啱啱嗰是病毒嘅啊。嚇！伊無每路 pass 無 pass，伊每路先是 A 無 A，你無 A 呢，你就掉了。有影誒，伊是每路幾粒 A 啊。係咯，就所以改 system 咯。伊 pass，伊是 assume 你是達到是特別 pass，你若是加到 below 80呢，伊是掉名。แล้ว你若是無過90呢，你是你80啊，你就伊就 start during 了。during 是最，你先生。先生 during 咯，แล้ว你就無聽講話咯。like 像頭晚伊講嘛，加車是人頭講話，哇，伊就定咗咯。而家是就講，你唔知啊，你無你加80分呀，你加85分呀，哇，有影是真正 stressful 啊！我感覺病毒讀車是真正 stressful。No。嚇！伊個病毒讀車啊，that means 講你會曉華語咯。誒，真久無講啊！我係曉講嘅。伊邊我較搞啊！伊就話曉講咁咪，就話伊講stubborn嘅華語曉講，我都未曉講。自作嚇，自作我曉講你嗌呢，我曉講福建話。
我講你當嘅學我 call 啦，你學我 call 細漢咧，啊啲你學我成到 4成到5華語啊，我冇 fail 我感覺到。我講兼只坎坷了啦，人家講真呢，because 也字我好少坎坷了，也字，乜那個有上個，喂，乜那個有上個人話曬乜你看小明在玩球，啊你看無了，不如嘅是，不如嘅是，後面你知哦，一人差唔多一篇嘅 passage 啦，嗬，本來 around 6、7、8嘅字了。哇！一等，แล้ว有嘅是嘅 Chinese 係佢哋 literature 你講啲物件。我係點想係字佢個參咗，你是講你文言文嘅時候，我特別係咪子曰、孔子曰，係咪鬼？係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立，係咪啲背啊？我哋咪見㗎了咗。對啊。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嗬，所以我真係冇是教我爸講，我讀個成日識唔係讀同老鄧嘅，因為真坎坷。我爸講唔要見你讀，你教個你唔是去重讀咩？是啦，我頭先買，我爸講唔要見你去個 Form 3。然後人家來看咗 Form 3，但是來 transfer 去 free school 嘅時，人家 transfer free school，because 我就讀，哇！你在 Form 中學是該坎坷呢喲，我讀我等人我真係 struggle 你知喲，個文言文唔要緊，我一項物件等人嘅班，我第一暑假就是寫大楷小楷呢，出那個了我冇暑假。了人一點幫我，你去讀你並對你字點上嚟幾個幫我 ，because 你一直你讀考 Form 5 Form 3啊，以後你考10科嘅你就嚇咯，對。即係人是阿莫切，人是考7科8科嘅嘛，你平衡是被考10科嘅。冇啊，你都係假㗎了。我讀阿莫等嘅本是10科啊，10科嘅。我人係是讀阿莫學嘅是你七嚟考就使啊。你嚇你使拍第招都誒嚇。你我問你讀即係唔使講你讀我哪等阿冇等，แล้ว你讀有啥咪？ของวันอ่อนเติน你讀我諗讀想講讀即係 Mandarin 啊，佢ไป讀咧ภาษา classic Mandarin 嘅物件，แล้ว你諗咪是寫掉？我是冇嘅即係咯，特別是but 我是嘅 extra Chinese class 嘅 but 冇考嘅啦。因為我老爸老母讀得那學啊嘛。我是未啊，我就是fail 我家裡情觀阿直是阿伯是上啊，阿直我是當今考我是 fail 個了啊，我買啊，後面嘅考本 fail 啊，我當今。我考出來我就是只驚，哎呦死！OK， 咁希望你人咧有驚字人咧是學了人咯，加驚是人希望人教你驚啦，把當然世界嗰邊咧亂咯。แล้ว我咧是成為驚咯，我阿仔我是成嘅，我冇介意啊，好過就當時講話，即世界就是講好就是人哋我冇驚，算啦，是我驚我成為驚，派個 Q 喺頭殼頂嘅。所以我阿仔特啲黑夾我電話咯，哎呦 good boy， 你驚加時啦我驚病嘅，叫我頭殼頂。แล้ว我記得講個疾病性就咪報槍會放得咁大。你係驚講話事啊？放咁啲嘅。講話。都看呀 ，hello， 都看呀。阿媽也超人。哦。也超啊！我看你只乖。OK， 感謝希望你人驚字怪怪啦嚇，แล้ว無怪嘅事，白紙龍角對嚟講第3出無俾第2出，加幾時你嚟講咗無怪個數 ，OK， 感謝，拜。拜拜。